船快，仲有得意佳作都慢慢埋緊去啦。好，時間差唔多，交俾閘前。好啦，跟住入閘係龍船快，最後入閘係得意佳作。全部馬匹準備度檔6場賽事，3班1800，大熱暫時係5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，中間呢有龍船快啦，出邊首度再來港林福將啊，最出灰馬呢就阿基拉啦，埋邊仲有建測群英啊，大約跟住個內欄咁啊第6位到啦，啡色衫得意佳作啊，紫衫紫色眼罩外邊係快路啦，埋邊青雲龍區係藍衫嘅，尾4係嗰隻99維尊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係逐步贏，精彩動力啊，暫時墊後係嗰隻盈益線嚟㗎。好啦，開始轉呢個呢就係滿貫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啊嘛，外邊首度再來啊走上去啊，埋邊呢仲有呢隻就建測群英啦，黃衫第2、3位呢仲有龍船快啊，港林福將跟住個第4啊，第5位灰馬外邊阿基拉，埋邊啡色衫得意佳作啊，再後邊一隊咁啊埋邊青雲龍區啦藍衫嘅，出邊係快路啊，後邊4隻精彩動力99維尊啊外邊啊，尾2呢就逐步贏啊，暫時墊後仍然係嗰隻盈益線嚟㗎。去到對面直路嘅中段過800啦，首度再來呢就放頭嘅，跟住第2位嘅馬呢就龍船快啦，埋邊第3有建測群英啊，第4位係港林福將啊，第5位埋邊啡色衫得意佳作，第6位阿基拉，後邊嘅馬青雲龍區快路啦，尾3外邊走啦，有逐步贏啦，咁啊中檔有99維尊，埋邊橙衫尾支就精彩動力啊，盈益線暫時喺個包尾嘅位置啊，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首度再來仲係佔先嘅，龍船快第2位，建測群英響第3啊，第4位嘅馬呢，中間就係呢隻得意佳作啊，馬林中間穩位有99維尊啊，揈出去外邊爆啦，有逐步贏，最出係盈益線嚟噶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建測群英佔先嘅，中間有得意佳作追緊，外邊有快路啊，中檔位置99維尊，外邊追上嚟仲有盈益線，最後100米都快路外邊冚上嚟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外邊啊有盈益線啊，中間第3啊近啲啦，99維尊。外邊啡色衫得意佳作，咁啊埋邊建測群英啊臨尾有啲力弱啊，結果呢隻快路，哇轉過嚟谷草試出彩虹啊，跑第2名由包尾追上嚟，出邊嗰隻係盈益線啊，咁啊至於第3名嘅馬99維尊嘅機會似乎高過隻得意佳作，入邊仲有隻建測群英啊。湯火山告東尼快路贏啊，捧杯出邊跑第2盈益線希威森，第3呢中間艾杜拿希斯組合啊就99維尊，第4呢似乎中間得意佳作要同入邊建測群英影相喎。跑中距離啊唔怕買湯普森嘅，短途啊唔好啫係嘛，大外一氣啊。咪8號嘅快路啊，淨係着位置落格啫，隻快路都2倍啊！獨贏都仲有6.9倍喎，落咗飛啦又。571對落好多飛啊，跑翻2、3名啊！阿基拉埋邊啡色衫得意佳作啊，再後邊一隊咁啊埋邊青雲龍區啦藍衫嘅，出邊係快路啊，後邊4隻精彩動力99維尊啊外邊啊，尾2呢就逐步贏啊，暫時墊後仍然係嗰隻盈益線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嘅中段過800啦，首度再來呢就放頭嘅，跟住第2位嘅馬呢就龍船快啦，埋邊第3有建測群英啊，第4位係港林福將啊，第5位埋邊啡色衫得意佳作，第6位阿基拉，後邊嘅馬青雲龍區快路啦，尾3外邊走啦，有逐步贏啦，咁啊中檔有99維尊，埋邊橙衫尾支就精彩動力啊，盈益線暫時喺個包尾嘅位置啊，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首度再來仲係佔先嘅，龍船快第2位，建測群英響第3啊，第4位嘅馬呢，中間就係呢隻得意佳作啊，馬林中間穩位有99維尊啊，揈出去外邊爆啦，有逐步贏，最出係盈益線嚟噶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建測群英佔先嘅，中間有得意佳作追緊，外邊有快路啊，中檔位置99維尊，外邊追上嚟仲有盈益線，最後100米都快路外邊冚上嚟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外邊啊有。睇下上先，中間啊，黃啲啊嗌到嗱，今日99維尊，中間攞個第3，得意佳作第4，其實入邊都好近㗎，嗰隻建測群英。咁啊，睇下啲預計派彩先啊！跑第1名係8號嘅快路啊，獨贏派69蚊，位置派21蚊。跑第2名係7號嘅盈益線，位置派15個半。跑第3名係5號99維尊，位置派15個半。跑第4名呢就12號嘅得意佳作。連贏7搭8派123個半。二重彩8號7號順序派302蚊。三重彩8號7號5號順序派975蚊。單天就派148蚊。
位置 Q7 搭8派45個半，5搭8派43蚊，5搭7派32個半。翻嚟睇下上先，中間啊，旺啲啊，嗌到嗱，今日99為尊，中間攞個第3，德意佳作第4，其實入邊都好近㗎嗰群英。進城區落飛啊，未經全攻，呢只淨係落位置就捧杯啊！佢都隔咗段時間冇攞頭馬啦，呢只快路佢都係上季呢個時間啊，都係跑緊啲4歲系列賽嘅。呢幾次唔好彩啦，沙田成日都抽內檔，一抽內檔啊冇辦法，上次蘇銘倫都冇計啊，衝得冇咁好啲馬。盈益線啊，早段拖得後啲，但係入直內抄咗去追咧，都追得勁啊！佢追得最多啦，但係早段啊，即係頭尾馬隔太多個馬位啦。不過呢組都快時間啊，都強㗎啦，都係前面拉得快，末段都衝得快啊，同佢班制紀錄時間唔爭好遠嘅呢場。今晚都唔算話特別真係好快啊，佢哋。你睇啲千二啲時間都唔係特別好快，呢場係零舍快。睇會唔會再加強啲合作啊？湯普森、告東尼呢個階段都係中距離好啲啊，真係唔好搞短途住。4連環5號、7號、8號、12號就派549蚊。4重彩8號、7號、5號、12號順序派12574蚊。如果多埋告東尼支持，湯普森都幾個大倉撐住㗎，蔡神又撐佢。嚟緊的愛心啊，麥道朗嘅航班問題跑唔到啊，俾埋佢跑。前置馬當中啊，德意佳作同埋建測群英就好啲啦嚇，啲名次。不過2、3段都走到好快啊，22、27、236。你手到再來係開跑又飛格。係咯，臨尾都落好多飛喎。逐步贏，見到咁快步速都好啦。田泰安去對面直路尾已經移出嚟係質佢嘅啦。事後睇翻呢，反而嗰啲隻唔喐手嗰啲呢，一路等到入直路先同你衝呢，嗰扎反而仲好啲喎。佢就喺嗰度踩，反而就唔勁。有耐性可能好啲嚇。係啦。即係依家跑完之後就咁樣即係睇得到啦。當時就冇啦，因為你即係早走，佢之前都試過得噶嘛，咁所以你都唔可以怪佢。係啊，即係反而係咁啊嘛。如果唔早走，跟住入到去直路先爆，佢唔夠人哋嗰段後勁呢，亦都係未必追得到。係。好，睇得個頒獎先啊！恭喜馬主同埋練馬師騎師啦。嗰啲組合都係強少少嘅對手啊。仲有逐步贏季初，贏啲爭金奪冠啊、黑桃火箭啊，嗰啲係差唔多啊，睇得。你馬主同杯。告東尼就攞多 win， 咁啊啲馬師之爭啊再激烈啲㗎啦，因為佢啱啱數就係佢係第11㗎。我諗今年都可能鬥到5月啊、6月啊先有多啲頭緒啦，真係好近啊！係啊，真係好近啊！大家咬得好緊，因為點解前列嗰啲個個都係大倉啊嘛？啲側身兵員啊，陸續就出現嘅啦嘛。好，恭喜晒騎練同埋馬主啦，咁啊捧走呢個 Consensus Cup。告東尼、湯普森，快路啊！即刻睇下個巡邏影片啦。
今場逼傑啲啦，出閘嗰個99為專啦，精彩動力就拖後嘅。咁前面建測群應該杜遠欣望出嚟㗎啦。咁龍船快走啦，手到再來，依家捉啦，但係佢都捉唔住嘅，一陣都係自己放㗎啦。港林福將基拉嗰啲跟啦，其實呢度有少少搶口嘅隻快路。咁一路二疊啦，就係拍住咗嗰隻就係德意佳作啦。咁99為專就跟住快路逐步贏啊，跟住99為專盈益線又跟住隻逐步贏喺二疊嘅。咁0044一隻啦，而家盈益線落咗尾啦。咁前面走幾隻馬一齊走，第一個彎隻手到再來都仲未放得到啊，變咗越走越快。第二段就開到22秒27。2、3段都快啊！係啦，港林福將有時啲羅富全啲馬一落咧，真係落得好鬼快啊！好似馬路嗰啲咁啊。係啦，突然間冇個咁就真係冇噶咯喎，斷咗咁啊直情。係啊，呢場雖然話跟得急啲啫，咁但係佢都好早冇。以前佢鋭嘅時候跟得急，佢唔怕嘅。係啊，佢快步速都 OK 噶嘛。啊！喺呢度750米左右，田泰安就移出嚟3碟開始呃佢噶啦。咁盈益線諗住跟住佢，喂帶埋我上去啊咁。但係因為個馬群拉得太散咧，就唔係幾帶得到佢上去嘅。係99為專嗰啲都未喐手㗎，一路都係撳住先嘅啫。快路都輕輕比啦。99為專嗌到嗱，立心等啲馬群散咗走馬林中間嘅。盈益線入到直路，飛到出去啤酒園嗰度。咁裏邊其實都幾鬆嘅，係啊，不過佢飛到好出啦，追得勁。埋邊就青雲龍區嗰啲都係一般啲啊。誒，岳高個頭左片右片咁啊。係。第6場賽事都復榜完畢。維志曉派彩7搭8派45個半，5搭8派43蚊，5搭7派32個半。二重彩8號、7號順序派302蚊。4連環5號、7號、8號、12號派549蚊。4重彩8號、7號、5號、12號順序派12574蚊。孖寶頭關12號、尾關8號派438個半，頭關12號、尾關7號派44個半。分段時間頭段13秒8，第段22秒27，第三段23秒6，第四段24秒42，末段24秒15。賽事完成時間1分48秒24。